一集會講解2020年 DSE Geography MC 第11題。題目嘅背景就係香港嘅製造業廠房喺1980年度搬返去內地。香港1970年代就有 compulsory education， 多啲人嘅學業水平就高咗，佢哋需要嘅人工係高啲嘅，咁廠房俾人工就要俾多啲，就會 increase 佢嘅 cost。製造業廠房搬去內地就可以用返內地入邊嘅員工，俾低啲人工佢哋，可以減少廠房嘅開支，賺多啲錢。選項一啱。香港由1950年開始已經喺度發展緊 industrial development， 所以佢嘅基礎設施係充足嘅。選項二係完全唔合理。選項三就話內地喺1980年代度設立咗經濟特區，例子就有 open door policy 門戶開放計劃，啲廠房搬到過去可以減稅，有助減低廠房嘅開支。第三個選項就係啲廠房搬去內地嘅 pull factor。選項一同三正確，答案係 B。